国际消息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。哈马斯掠走真侪无共国籍的人做谈判条件。目前卡达政府出面敲测，哈马斯有甲一对美国籍的母仔囝放出来。若美国国务卿嘛证实讲，这对母仔囝即阵是安置伫以色列。另外，上新的消息，埃及边境的拉法关卡即阵总算是开放啊，20车救援物资即阵是顺利送入去加沙。相片当中，穿普什外套甲牛仔裤的是要满18岁纳塔莉·拉娜，伊甲穿蓝色衫的妈妈朱蒂斯，切切伫加沙边境地区一个集体广场，互哈马斯劫持。第一集正做第一批被释放的人质。We expect a team from the U.S. Embassy to see them very shortly. Over the coming hours, they'll receive any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hey need. 因伫伊利诺州故乡的亲人接到消息，拢感觉真欢喜。I haven't slept good for the last 2 weeks. I spoke with my daughter. She looks good. 哈马斯武装组织艾兹丁卡萨姆旅发言人指出，释放2名美国人质是因为人道理由，佮透过卡达政府协调之下所做的决定。不过，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的形势并无安尼就出现转机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，未停止攻击哈马斯。路透社引用巴勒斯坦媒体报道的上新战况指出，以色列军方一伊继续空袭加沙地区，劳动处遭到摧毁，至少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，45人受伤。在以色列几啊摆空袭行动之下，加沙建筑物甲市场受损真严重，真需要搁较侪物资援助。The barbaric attack by Hamas need to be condemned, but I've also said they cannot be a pretext for a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. 虽然在美国、埃及甲以色列协调之下，连接埃及甲以色列拉法关卡就外开放20台人道物资卡车通过，不过联合国有讲，目前加沙一日至少需要100台物资才有够。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。